讲到昨暝风台透风落雨，这台北市统计有通报2000多丛的树仔倒去，还有300多件看板断去，倒伫路中。今仔是正常上班上课，不过有未少民众就批评讲，这路的拢是倒去的树仔甲物件，交通是规个乱糟糟。讲到风台过境，台北市31暗大风大雨。伫三面路口有一位多元机灵车驾驶等人顶时阵，边仔路树仔熊熊倒来，惊下伊赶紧走出车外。撞到的时候，我就是直接把我的副驾驶座往后躺，然后我就爬到后座等待救援。当下是蛮惊吓的啊，就是现在就觉得过就算了，钱再赚就有。伫民生社区也是稀累累，真侪树仔自军部凹断，飞倒伫咧路中，公车拢无法度过，只好驶路。警察也伫咧现场指挥交通。目前就是路树倒塌，我们旁边还有那个快压到围墙已经裂开来。以前也很惨，不过这次更惨。台北市政府讲，一直到拜五早起8点，总共受理3588件灾情，其中路树倒去的上多有2101件，其他包括民生基础设施、建筑物损害、广告看板落来。真侪路段也出现塞车的情形，后面将一早起要上班上课时阵受到影响。拢走到市长蒋万安的 FB 顶头批评，上班袂说敢若是参加外野障碍赛。这次风势确实太大，造成很多路树，包括公园里面，可能我们全力投入相关的人力，希望能够尽快、最快的速度能够恢复到正常生活。这一次的路树倒塌，严重影响到交通的阻碍。确实非常的严重，所有全部在做复原的工作。我们希望在今天下班之前，所有的清理一定要把它告一段落。新北市也受理2096件灾情，路树倒去也是上多。另外有14万户无电，昨晚还有2万户电也未来。市长侯友宜讲，除了山顶部分的道路以外，市区市容的部分，希望伫拜五下班进前会当恢复正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